歡迎大家嚟到小窮仔頻道。今次想介紹下香港夜景，我哋睇下呢4幅圖啦。呢張圖畫出咗香港最吸引人嘅4種夜生活體驗，帶你感受東方之珠嘅魅力。首先，你一定要去維港兩岸睇幻彩詠香江，企喺海濱長廊嗰度睇住兩岸摩天大廈跟住音樂閃爍燈光，嗰種視覺震撼真係好壯觀，係香港最經典嘅名片。之後建議你一定要坐反轉山頂纜車，由中環出發，斜住上去太平山頂，喺上面望落去，成個維港同中環嘅高樓大廈就喺你腳下，呢種百萬價值嘅夜景真係冇得頂，絕對係影相打卡嘅一流水準。如果你想感受懷舊氣息，就一定要去坐下港島嘅叮叮車，坐喺電車上層，吹住晚風穿梭喺滿布霓虹燈招牌嘅街道，嗰種老香港嘅浪漫氛圍真係太有感覺啦。最後一定要去廟街夜市掃街，呢度嘅氣氛超級熱鬧，有好多地道街頭小食，好似香噴噴嘅雞蛋仔、彈牙嘅咖喱魚蛋等等。喺呢度一邊行街一邊食嘢，最能感受到香港呢座城市最真實、最接地氣嘅市井文化同人情味。你想我介紹多啲關於邊個景點嘅地道美食，定係想知點樣去呢啲地方最方便呢？對於香港夜景地方，相信大家都有些認識，記得訂閱小窮仔頻道，下次見。